真心建議所有女仔嘅衣櫃都至少做一個懸掛式嘅雪櫃多功能衣櫃，唔止可以根據衫長度隨意調節衣桿高度，而且內衣內褲、手袋、吊帶、帽同圍巾全都可以唔使到處揾，輕鬆攞取，直接告別攞一件亂一堆嘅疊衣區，真係太實用啦！呢篇全方位教程直接攞出嚟，如果你都有興趣，就截圖揾好家私訂做。我呢度係寬1米深60厘米，比櫃內留咗45厘米，分俾櫃門15厘米。記得櫃內底板一定要內縮12厘米，櫃門框架亦都要內縮至少2.5厘米。安裝預留出開門碰角嘅位，否則就好容易翻車，關唔上櫃門。然後櫃內嘅層板托一定要選深度係25厘米嘅，咁樣呢，衣櫃嘅最裏面空間就正好好，唔會浪費咗，而且外套都能夠放得底。非常建議大家同我一樣，喺正常嘅櫃體內唔做夾板，搭配層板托同衣桿就能實現高度根據衣服長度自由調節，唔理長衫短衫都能夠任意切換。我嘅身高係1米6，親自試過一啲3米同埋一啲9米嘅衣桿高度，係攞取最順手嘅。大家可以根據身高進行調整。頂部呢，因為我嘅層高比較高，又唔想浪費空間，就喺底部做咗一個可移動嘅墊腳凳，有咗佢攞取高處嘅衣服，亦都係非常順手，亦都唔耽誤個櫃本身，能夠正常儲物又實用嘅全掛衣櫃，就係比疊衣衣櫃讓人一目了然，再亦都唔怕攞一件亂一堆啦。至於訂做家私嘅時候要做嘅櫃筒，我亦係一個都冇做，直接訂做咗2個呢一種框架，底部搭配上萬向輪，每層貼上亞克力板，攞取物品都方便咗。吊帶同埋帽我都係用呢種包邊條搭配上呢一種窗簾掛鈎，又好玩又好攞。注意收納吊帶嘅高度唔好少於50厘米，收納帽子嘅高度唔好少於45厘米。嗰內衣襪子內褲我都係用嘅呢一種成品嘅，免打孔收納架，選擇尺寸合適嘅，直接粘貼上就能夠用咗。呢12厘米嘅門框深度，一般長型嘅手袋亦都能夠收納。記得唔好將門框每層嘅高度做成一致嘅，可以參考我嘅衣櫃門尺寸，咁樣唔理高矮胖瘦嘅物品都有自己適合嘅屋企啦。最後，如果櫃門旁邊冇嘢擋住，一定要用呢一種165度嘅鉸鏈，然後內部冇層板，又想要氛圍感，我就喺兩邊離櫃12厘米左右嘅位置訂做咗燈帶，咁樣掛滿衫都唔會被遮擋，同時亦都唔耽誤安裝鉸鏈，頂部再貼上感應器，就能實現我呢種開門即亮、關門即滅嘅效果啦。比起發揮不穩定嘅反彈器，我係選擇咗安裝呢一種嵌入式嘅把手，只需要安裝一邊，另一邊亦都能夠正常拉開。個人覺得比呢種錯層安裝嘅更美觀，存在感亦都更低。如果你都覺得有興趣，快啲 follow 我哋啊！